來繼續來看馬英九基金會人事案繼續探燒。前總統馬英九接受到媒體專訪，講執行長蕭玉吟甲王光蘇兩個人常常相帶到中國，甲台商之間的債務關係有問題。蕭玉吟今仔日是再度開記者會來反駁，講伊去中國攏是帶青年去交流，從來都無接觸過台商，而且嘛攏有甲馬前總統來報告。蕭玉吟講，即擺上重要的關鍵是馬前總統有真濟代誌攏袂記哩咯，再加上有心人事操弄，才來產生誤會。我很難過。我很遺憾。一個開喙就講甲腦講啊甜。國民黨副主席蕭玉吟今年2月底，和王光蘇攏請示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的職務，傳出當時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替前總統馬英九親筆簽名的委任書，指控兩人處理基金會事務有欠點，要求隨改職。這回蕭玉吟隨着放臉講背後關係。我想台灣有很多家庭應該也有類似的經驗，長輩忘記了。長輩認為你懷疑你做了什麼他不知道的事情，我能怎麼辦？馬英九昨接受媒體專訪講，蕭玉吟和王光蘇真濟擺去中國，直接真濟台商，不過債務關係絕無回報。針對財政紀律問題，馬英九強調六親不認，具體事情已經整理到差不多會上請司法調查。佮佮講，對於這麼多年的人發生這款代誌，會真艱苦嘛，暗啊流目屎。我們到大陸去是帶青年交流，沒有台商，我什麼事情都有跟他報告，我怎麼可能背信？財政紀律更是可笑。蕭玉吟強調，唔能去中國現場攏有報告，包括政治局指控家己調薪水，和任命王光蘇做執行長的過程，嘛攏經過馬英九同意辦理。只是真濟代誌，馬英九攏放袂記哩。不過馬英九講，蕭玉吟出任首席執行長無書面任命，嘛強調到這個會有當時也會無頭緒是真自然。有些人是躲在背後，利用馬總統的情況。我不得不站出來，同時我也要呼籲，類似像戴霞玲執行長以及參與的一些人士，你們或許不太知道馬前總統的情況，但是現在已經事已至此，你們還要當幫兇嗎？馬辦人事案真相是啥？外界嘛是攏沙無漲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